若继续来看这件，这是台湾甲美国合作，伫个高雄掠到一个强盗，这个工抢将近9000万。这个华裔美国一个男子，伫个美国夜刀冲入去头家厝内，压迫头家爱转销、转台票8800万的虚拟货币予伊，刷落来走来台湾美。这个嫌犯真干巧，以拍电影的名义骗2个台湾的女网友，帮助伊美起来。一直到互警察抓到的时阵，伊的女朋友才知影讲，原来家己的导演男朋友竟然就是美国咧追查的重犯。美国 FBI 加这查甫人靠手铐，这是桃园机场，嫌犯是美国一个华裔姓张的查甫人，伫美国犯强盗案了后，美来台湾。原来伊伫3月初伫美国日本人人家厝抢伊的前头家，为了无要互认出来，伊前防护衣，暗过来挂一台平板电脑，顶面写讲转8800万台票的虚拟货币。后来呢，美来台湾，佫假作是导演港骗，以投资电影为理由骗2个女性。其中一个人带离开防疫旅馆，又搁捌另外一个女研究生美高雄动机。女研究生看到警方进门才惊一跳，原来伊的男朋友是 FBI 要抓的重要犯人。那在他逃亡的期间呢，涉嫌将他在美国这个强盗的账务加密货币有做部分的一个洗钱的行为。那依照我们台美签署的刑事司法互助的协定，来成功缉获美国的重案逃犯。This collaboration truly represents the best in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nd we appreciate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Taiwan authorities. 这个300多岁嫌犯当作讲将钱藏伫加密的货币内，人就追查袂到。因为警方依然锁定流向，发现伊秘伫高雄的饭店，经啊调查到真侪虚拟的钱袋啊。这个嫌犯想讲伫美国抢到钱了后，秘伫台湾，佫敢若想要偷渡去中国，自导自演这出戏，共款互警方抓到，解送回美国。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